好，來看這粒沙丁魚風颱呢，即馬是已經減做是輕度風颱啊，繼續向西邊安尼掃過去。今仔日是上倚近馬祖的時陣，目前上新的消息是，即馬呢這粒風颱已經對中國的浙江台登陸。也若咱台灣這邊拍算是今仔日下晡2點半，就會解除海上風颱警報，提醒到中南部地區的民眾，即馬呢是會透西南風的大雨會落到暝時才會轉好。中南部天氣無穩定，直直落雨。雖然風颱沙丁魚已經減弱做輕度風颱，嘛無直接入來台灣，也毋過有關係對咱造成影響。氣象署繼續針對第18號風颱沙丁魚發布海上警報。拜五嘛是風颱上倚馬祖的時，氣象署預估下晡甲尾暗嘛有可能會解除海上風颱警報。而這個颱風在過去這一段時間強度減弱，暴風圈有縮小的趨勢。我們預計隨着它逐漸的遠離馬祖的海面，可能會在2點半的時候解除颱風警報。另外，同時在受到西南風影響，目前在中部跟南部地區的降雨呢是相當的明顯。沙丁魚風颱除了造成馬祖的天氣無穩定，嘛會致使中南部透西南風會上大雨。氣象署有針對台南以南發布大雨特報，其中屏東是豪雨特報。氣象署表示，中南部的雨水自拜五下晡開始會豆豆減少，到深夜過才會明顯轉好。也若拜六早起，西南部有關係會落局部大雨。是預期在中部跟南部的山區仍然會有比較大的降雨出現，而另外在馬祖地區也會有一些較大的雨勢發生。而到了今天晚上之後，降雨呢是逐步的緩和，但是同樣的，因為還是有些西南風的關係，所以到明天清晨的時候，南部地區尤其是沿海還是會有比較高的降雨幾率，那甚至會有局部大雨發生的情形。氣象署嘛提醒民眾唔通到海邊啊、甲山區避免危險。加上即馬拄好是大澇期間，尤其中南部雨水長高，所以地勢較低的所在就要加注意，有可能會積水淹水。氣象署嘛請民眾隨時要注意天氣的資訊。記者盧尚珠、鄭俊佑台北報道。